歡迎大家收睇賽馬分析學，呢個頻道會喺每個賽日之前分析精選馬匹。如果大家中意，可以訂閱呢個頻道作為支持。2025年11月15號沙田日馬，我哋先講第1至第5場，下條片再分享第6至第10場。第一場4班草地1002米，咁啊講緊2號佐治傳奇，我哋睇睇片先。呢場場次係124，佐治傳奇排8檔跑第2嘅。黃旗居。好，你一開閘嘅時候啊，快閘嘅馬豐功偉績嚟嘅，出邊仲有佐治傳奇白衫紅帽啊，埋邊綠衫啊馬達啊，大愛檔大愛無疆走咗上去就粉紅衫噶，內欄帶第5位有過關勇士，中間神燦金剛出邊一路精彩啊，後多層內欄大約綠色衫啦，咁啊第8、9位啦，仲有金絲楠木外邊啊美洲狼啊，後啲先有星象之恩徒步啊，尾3啊滿樂成黑衫嘅，後邊2匹超智多寶同埋隨我同來嚟噶，好啦轉緊彎嘅時候啦，前面放就大愛無疆啊。放咗出嚟，之嚟一個身位嘅佐治傳奇跟住第2啊，第3埋邊呢綠衫有呢隻馬達啦，響佢出邊第4位豐功偉績啊！哎呀，大愛無疆嚴重內閃啊，帶咗嗰隻呢就佐治傳奇出去啊！好啦，睇翻前面入直路啦，前面呢入邊啊正啦，馬達啊走咗上嚟啊，中間位置就豐功偉績啊，大愛無疆呢又騎翻上嚟，不過都片嚟片去啊，過關勇士響中檔追，馬林中間仲有神燦金剛，後多層仲有外邊嘅佐治傳奇啊，最後100零米啦，馬達佔先嘅。但係呢個時候，大愛無疆又上翻嚟過翻佢，出邊佐治傳奇又上翻嚟啊！接近終點，大愛無疆呢就贏出呢場賽事。第2名呢外邊。咁呢隻馬上場賽事跑沙田草地1002米，其實係潘頓啊，前段前面位置跑咁啊貼住欄啦，有遮擋走嘅。要入400米左右，隻馬呢俾其他馬推到出去大外檔望空發力衝刺啊！之後隻馬直衝啊，最後攞第2。如果唔係有呢個意外呢，其實呢都贏咗賽事噶啦。咁啊，今場跑草地1002米，咁啊排12檔，潘頓啊繼續騎呢隻馬啦。咁呢隻馬呢，只要順利2、3貼有遮擋位置走，咁啊正常發揮呢，呢隻馬唔難有3甲，甚至保中贏出賽事嘅。另外3匹心水馬呢，就係4號精英高球、9號紅海王、14號元好運。咁我哋講緊第2場5班草地1100米，咁啊講講9號齊歡聚樂，我哋睇睇片先。呢場場次係123，齊歡聚樂排10檔跑第1嘅。第1準備。好，你一起步嘅時候啊，咁啊前面快閘嘅馬呢，見到中間位置係鳳凰嚟㗎，響佢入邊有黃金風速啊，咁啊在內欄啦，紅眼仔就耀昌盛世啊，中檔綠衫走咗上去呢，仲有進彩飛馳啊，外邊橙衫悠悠乾坤追出係齊歡聚樂啊，咁啊大約跟住個第7位啦，中檔位置係上市魅力啦，後邊嗰6匹馬型到爆幻影旋風啊，尾4係武林至尊啊，後邊3匹馬啦，分別係美麗多型同寶寶啊，暫時殿後係嗰隻金得意嚟㗎。好啦，咁啊接近呢個1002米段處咯，前面放嘅馬呢就鳳凰嚟㗎，響佢外邊啊悠悠乾坤就走咗上去啊，最出啊外邊第3位有齊歡聚樂啦，內欄第4就係黃金風速啊，中間第5就進彩飛馳綠色衫嘅，內欄第6位紅眼罩係大熱門呢隻耀昌盛世啊，響佢外邊有上市魅力啦，外邊黃衫幻影旋風啦，出邊美麗多型走啦，內欄尾4藍衫型到爆，尾3武林至尊啊，後邊一隊內欄紅帽就同寶寶響佢出邊呢就金得意都將佢慢慢趕過咗啊！好啦，咁啊轉緊彎嘅時候呢，外邊齊歡聚樂呢就好大隻嘅，慢慢走咗上嚟咯。埋邊就鳳凰啊，悠悠乾坤跟下褪咗落去第3喎。咁啊響入邊等位嘅嘛，有黃金風速啦，攞出去外邊啊綠衫進彩飛馳最出美麗多型啊！呢群馬後邊紅眼罩藍帽嗰隻就耀昌盛世啊，響入邊仲有隻型到爆啊！最後300米到啦，齊歡聚樂佔先嘅，拍上嚟鬥悠悠乾坤比下又有啲喎。咁啊再見到好多層啦，側起個頭啊，紅眼罩呢，咁啊做個耀昌盛世啦，中間綠衫進彩飛馳啦，外邊係金得意嗰啲馬，最後100零米齊歡聚樂依然係佔先一個身位，都好有機會呢，就先拔頭籌噶啦，後邊馬都相當接近啊，型到爆埋邊打咗上嚟，中間有悠悠乾坤，出邊呢係嗰隻耀昌。咁呢隻馬呢，上場賽事跑沙田草地1100米，其實係霍雲星啊，前段前面位置跑，咁啊2碟位置跑啦，望空走嘅，但係一入400米左右，隻馬喺中檔望空發力衝刺，之後踩油一直衝啊，一直都冇斷嘅隻馬，最後隻馬呢落第1贏出賽事啊。今場繼續跑草地1100米，咁啊排5檔，霍雲星繼續嚟騎呢隻馬啦，咁啊排5檔，呢隻馬呢只要呢可以擺前走，正常發揮呢，咁啊呢隻馬唔難有3甲，甚至打贏出賽事噶。另外3匹心水馬呢，就係2號捷足奔馳、3號標誌星球、10號金得意。咁我哋講第3場4班草地2000米，今日講11號百進笑星，我哋睇睇片先。呢場場次係126，百進笑星排6檔跑第7嘅。
好，你一開閘活力精神起擒啊，咁啊騎師係跌咗落嚟啊，但係即刻彈翻起身㗎啦。前面快嘅馬呢，中間位置係肥仔精神，出邊有小飛俠啊。咁啊中檔位置啦，有揚威四海走咗上去喎，內欄星運笑着啊，第5位啦，黃心啊彭越啦，外邊啊神驅馬靈啊，後多層啊嘛，大約跟住個內欄第7位呢，就係呢隻智多多寶啊，響外邊啊捷足奔馳啊，馬林中間紅眼罩白鼻高光明傳承啊，後邊嗰4隻長風小子林寶精神響外邊尾3喎，尾二呢就係嗰隻創科群英啦，暫時殿後8進笑聲嚟㗎。好啦，過咗呢個1000米段處啦，放咗出嚟跑嘅馬係小飛俠啊，外邊神驅馬靈呢，咁啊一路頂住啊走咗上嚟㗎啦。內欄第3係肥仔精神啊，外邊第4位仲係揚威四海啦，一路兜出邊進佔第5，仲係捷足奔馳啊。內欄第6就星運笑着，中間黃衫藍眼罩第7位仲係彭越啊，響外邊上啲咯，就林寶精神啦。後啲嘅馬光明傳承攞出去，響埋邊淺藍帽粉紅衫嗰隻呢，就係智多多寶啊，後邊3匹馬長風小子掟大外檔白鼻箍黃衫創科群英啊，等入邊係紅衫嗰隻8進笑聲嚟㗎。好啦，正最後直路啦，小飛俠佔先，神驅馬靈率先上嚟挑戰啊，中間位置上嘅馬呢，仲係捷足奔馳啦，埋邊呢就肥仔精神啊，出邊追嘅馬有林寶精神，大外檔呢就光明傳承啊，最出嗰邊仲係長風小子創科群英添啊，最後200米到啦，透出嘅馬係光明傳承啊，長風小子一路殺緊上嚟，埋邊仲係林寶精神，最後100米到外邊長風小子追越咗呢隻呢就光明傳承，第3名都係外邊冚創科群英。咁呢隻馬呢，上場賽事跑沙田草地1600米，騎師潘頓啊，前段後面位置跑，咁係貼住欄根跑嘅，咁啊一入400米左右，隻馬攝入內欄發力衝刺，但望唔到空啦，一直塞車，塞到最後100米先望空啊，隻馬呢就一直衝啦，一直有走勢，衝到第7翻嚟嘅。今場啦，真情跑草地2000米排4檔，潘頓繼續騎呢隻馬啦，咁啊排4檔，只要有遮檔位置走，直路走到3位衝唔好塞車嘅話呢，正常發揮啊，呢隻馬唔難有3甲甚至贏出賽事啊。另外3匹心水馬呢，就係1號智多多寶、2號一支箭、8號龍船快。咁我哋講第4場3班草地1000米，咁啊講緊4號領航君子，我哋睇睇片先。呢場場次係131，領航君子排6檔跑第3嘅。好，你一開閘嘅時候，超寫意呢有啲論盡咗啦，騎師就跌咗落嚟啊！好啦，前面快嘅馬呢，有呢隻就精彩復星啊，最入橙色眼就手到齊來啦，中間藍衫白帽呢就星運傳奇啊，淺藍衫走埋上去仲有領航君子啊，咁外邊綠衫呢就展雄威啦，入邊有巴閉王啦，馬林中間紅衫黃帽呢仲有會長之寶啊，響入邊啊紫荊盛世，尾5外欄有不勞而獲啊，後邊4隻啦，飛來閃耀長勝隊長烽火猴王暫時殿後新力好嚟㗎，跑咗一半嘅路程啦，前面佔先嘅馬呢就星運傳奇響外欄佔先嘅，中間拍住啊有呢隻淺藍衫嘅領航君子啊，再數入邊有手到齊來巴閉王，最入仲有飛來閃耀，馬林中間會長之寶，最後100零米星運傳奇仲係佔先嘅，中間領航君子追緊佢，入邊仲有飛來閃耀，中檔位置就手到齊來啊，接近終點星運傳奇一出即勝啊，跑第2名噏上噏落啊，埋。咁呢隻馬上場賽事跑沙田草地1000米，其實係潘明輝啊，前面位置跑，咁啊望空走嘅，一入400米左右，隻馬呢發力衝刺啦，咁啊一直有走勢，最後隻馬攞第3個走勢都吸引嘅。今場繼續跑草地1000米，隻馬呢最近都跑近㗎，今場排1檔，咁啊潘頓其實呢隻馬啦，咁排1檔，呢隻馬呢機動性都好強嘅，居前居中跑法都可以，咁啊今場正常發揮呢，呢隻馬唔難有3甲甚至贏出賽事㗎啦。另外3匹心水馬呢，就1號星際快車、2號翠紅、6號聖萬金。咁我哋講緊第5場4班草地1004米，咁啊講緊2號榮利雙收，我哋睇睇片先。呢場場次係108，榮利雙收排2檔跑第2嘅。是4班1004，大熱暫時係1。好，你一起步嘅時候啊，快閘嘅馬呢有萬事得意啊，外邊粉紅衫就係嗰隻有型人啊，第3位藍衫走埋上去仲有多彩多姿啊，中檔第4榮利雙收啦，內欄第5黃衫如蝶翩翩啊，外邊黑衫火悟空呢就跟住個第6位嘅，第7位大面箍仲有海船王者，外邊綠衫啊大千紅心啊，內欄粉紅衫仲有暴風一族啦，紅衫尾5到啦，黃帽呢咁啊仲有一生好彩，中間夾住長風小子啊，後邊3匹馬啦，彩虹七色天蓬貓啊，暫時殿後內欄呢有金塊飛飛。
飛啊！好啦，過呢個800米段處啦，放頭跑就係呢隻多彩多姿啊！有型人呢，就外邊嘅第2位啊，萬事得意就紅衫第3、第4位就有榮利雙收啦，內欄第5啦，黃衫啊如蝶翩翩啊，響佢外邊呢，黑衫第6位仲有火悟空啊，內欄大面箍啦，第7位到啦，海船王者出邊呢，仲有大千紅心啊，紅衫黃帽一生好彩，後啲嘅馬暴風一族彩虹7色啊，天蓬貓同埋呢隻長風小子包尾嗰就係金塊飛飛啊！好啦，最後直路啦，前面尖尖嘅馬呢，見到中間位置有型人喎，咁啊埋邊有多彩多姿啊，中檔追有榮利雙收，外邊啊火悟空啊，出邊追上嚟仲有一生好彩，埋邊呢就係如蝶翩翩啊，最後100零米啦，外邊冚嗰啲馬好啲喎，一生好彩一鼓作氣冚咗上嚟，中間位置呢，咁啊仲有呢隻黑衫火悟空，埋邊啊榮利雙收，接近終點一生好彩贏啊，跑第2名榮利雙收，第3名要影。咁呢隻馬上場賽事跑沙田草地1004米，騎師人嗌到拿，前段前面位置跑，咁啊2碟位置跟跑有遮擋走嘅，結入400米左右，隻馬抽出中檔望空發力衝刺，之後一直有走勢啊，個走勢好凌厲嘅，最後隻馬攞第2嘅。咁長跑草地1004米啦，繼續排8檔，嗌到拿繼續騎呢隻馬，咁啊排8檔，咁啊2碟有遮擋走啦，直到走到3位衝正常發揮咧，呢隻馬唔難有3甲甚至贏出賽事嘅。另外3匹心水馬咧就係1號有型量、5號加州得力、13號小王爺。咁第6至第10場咧會喺下條片再分享，大家敬請留意啦。多謝大家支持，如果大家中意可以俾個 like 同埋訂閱呢個頻道作為支持。